过去了，又老了，天呐，又要死了。然后的话，怎么说呢？你笑什么？然后呢，就是生活很好，不要死，要活着，这样你才能知道你的未来。但是如果你太老了的话，那就死了也没啥意思。陈彦恒说一下吧。这个最哀了，最哀的，哀人之巅，最哀。好无聊啊，你们都。陈彦恒说一下吧。陈一恒，总结。ស្រីមកប្រាថ្នាគឺជាមនុស្សស្រីរំទុំចាស់ក៏រំចាស់ទុំសំដីសុភាពរៀបសារសំសួរបើសិនជាស្ងួ